芒果、奇亞仔、布丁，咁跟住奇亞仔、椰奶、新鮮芒果、蜂蜜、香草精鹽同埋一啲新鮮嘅芒果喺一個碗入邊，將椰奶、蜂蜜或者蜂糖將香草精呢同埋一啲少少嘅鹽呢混喺一起呢，充分攪拌，確令保蜂蜜或者啲蜂糖漿完全溶解，加入嗰啲奇亞仔，倒入椰奶混合物中，立即用叉子或者攪拌器劇烈攪拌，以防止奇亞仔結塊。讓奇亞仔混合物靜置5分鐘，然後再次攪拌。此時奇亞仔應該開始吸收液體，形成布丁狀嘅質地。咁呢，將新鮮芒果可以切成小塊呢，你可以補有一啲芒果片用於裝飾。當奇亞仔布丁冷藏好後，從冰箱中取出，用匙子將布丁分裝到小碗或者玻璃懷中，喺每一碗或者玻璃杯入邊加層芒果塊，再塗上一啲奇亞或者